不同人开到金龙的反应，脱坤仔。我去金龙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塞进加密箱。不是咋还塞不进呢？我就不信了。我就说吧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塞不了加密箱的，怎么感觉有点不祥的预感？啊你妈！护航咋收？打了100多把了，还没爆金龙，赌龙单是真的难打呀！我去，终于爆金龙了，终于可以结单了，赶快给老板！把这个给老板，他都不知道有多高兴，肯定还会奖励我一个大鸡腿。老板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这是你逼我的。这把也是太肥了。对呀对呀，这把就是撤离点太远了，要是能瞬间撤离就好了。卧槽，这个入室挂！大表哥，刚刚我们把那个老板打了，他打手知道了不会揍我们一顿吧？你就放心吧，都到撤离点了，他就算知道了也追不上来了。再说了，你表哥我是谁？不就是个野鸡护航吗？干就完事了。表哥，天上怎么有东西在飞？不是都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有空投？